你那天晚上去见的，只是华夏雨吧？我见的是罗宇，给他布置任务。为了一个罗宇，你死不开锅，真是害病如所啊！这是我收花向雨为义女之后的合影。她本名爱新觉罗运水，是大清朝肃靖王的妻女。我一直培养她，包括送她去美国深造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报效天皇。你好像在刻意解释，华夏女只是你的义女啊。她确实是我的义女。华夏雨现在去新疆了，是侥幸。他的死亡还有多少时间，你是清楚的。总之，有人要为牧羊人逃跑负责。既然她是你的义女，她替你看下死字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你想要什么？我就是青衣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。这个回答你满意吗？我们这些做情报工作的，在对手面前露出软弱的一面是最致命的。战役里难的去死很容易，但是看着自己亲人替自己死，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所以，我们都会把最亲的人当成最大的秘密，藏在内心最深处，这种最软弱的地方，是我们这类人千方百计都要抓住的软肋。你到底要什么？你到底谁？你晚了5秒钟。花小米现在怎么样？应该已经上新疆了，在做心理准备。你要兑现你的承诺。当然，
华山宇能否活着，这就还是要看你给我的情报价值有多大了。闪官是振兴骑社的。振兴骑社的人，他是金朝一郎。没错，你能确定吗？我非常确定。闪官在我身边安插了卧底，被我发现了，而且已经被他封了口。目的就是为了要掩盖他振兴骑社的身份。你要的我给你了，这份情报的价值应该够了吧？我真的可以信任你吗？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，还需要其他理由吗？好，你等我一下。你听说过振兴骑社吗？听说过，知道多少？他们是保皇党扶持并流传至今的秘密帮会，他们对满洲政权忠心耿耿，这一点您应该不用担心。他们对满洲忠心耿耿，并不代表他们对大日本帝国忠心。我曾经接触过他们，他们没有兵权，也没有财富，更没有什么宏图大志，已经没落了。他们的政治理念呢？他们有自己的坚持，反对变革派系。德高看拿到窃取情报，振兴骑社利用军部的满洲势力，训练出一批精干力量，组成一个小分队，已经出现在上海了。为什么？这也是我想知道的。将军是怀疑我跟振兴骑社有关系？不是有关系，而是你就是振兴骑社的人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不需要。拿走。没必要浪费时间了，华山宇的死刑马上就开始，一起去看看吧。你杀了我，想杀你，我不需要给你耗费这么多时间。我想合作，就在你面前那么多人，再多一个，又何妨呢？
用意。没有时间了。既然你不合作，那我就自己去欣赏华山宇的招式。等一下，先放了华香宇。我的名字叫上官索望，华香宇是我的女儿。おい！早くしろ！ちょっと待ってろ。もしもし。はい。等一下！バカ野郎！血を下ろせ！事情着急了，华山宇还活着。那就好。上官承认了。承认了，他确实是真心取舍的人。我便以为上官是个冷酷无情的职业高手，没想到为了女儿，他竟然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留下污点。闪官有个女儿。是的，他的女儿是华山宇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这是我对和上官的重要筹码，没有把握，我不会动他。你好好想一想吧。明天中午我会喜欢华山宇。你隐身这么多年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在等，等什么？等一个机会，可以恢复家族荣誉。我上官所望乃权臣已老之后，我族人这些年来流离失所，生活苦不堪言，唯有我族辈再次挺身而出。我姓常堂，在土大爷。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士。现在我的身份，你已经十分清楚了，可以谈谈该怎么合作。下周，重庆政府将迎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。我知道，美国白宫的会谈代表
这个人大家就要的准备活动。如果这次会谈达成协议，你知道这对战局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？全面熄火，扬起旗语，大日本帝国如果输了，你的价值荣誉也无法恢复。不管重庆和延安，谁拿到了政权，你们都没有生存的机会。所以，你只有杀了这个美国会谈代表，才有一线生机。你想嫁祸于谁？还是你老谋深算？我们要嫁祸给重庆政府，中美关系陷入僵局，可以给我们以调整僵局的机会。我的利益呢？你的女儿还活着，这还不够吗？将军应该知道这次刺杀行动的分量。你想要什么？刺杀成功之后，日本军部保证由我上官所望来管理满洲，这就是我想得到的。你的野心太大了。我可以直接代表振兴骑射。如果将军不能代表军部，可以派一个军阶更高的人来谈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我叫爱新觉罗玉水，大清朝肃亲王的第7个女儿。如果穆希和知道华山有是上官的女儿，你认为他会怎么做？现在穆希和对闪官恨之入骨，如果他能抓住闪官这根软肋，穆希和一定会取华相宇性命，让闪官付出代价。要是穆希和成功杀了华山宇，那上官又会怎样？他一定会用尽手段除掉穆希和。上官除掉穆希和最好的方式，是破坏这次由穆希和全权负责的中美会谈。这样他才有机会恢复他所谓的家族荣誉。家族荣誉，上官在大家家族荣誉的旗号，满足个人的野心，最终想称霸一方，这才是上官真正的目的。但是事情没打算那么简单，陆丰会盯死他，因为我给了陆丰向上官报仇的绝佳机会。那陆丰这次的筹码是什么？您答应陆丰放了华相宇，不仅因为他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吧？虽然我放了华山宇，但是他们两个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。日后，他们面对的只有痛苦，包括上官。学习了，将军这盘棋是环环相扣，步步为营。好棋呀！看来闪官已是弃子。每个棋子都有它的价值，想做胜者，可以放弃的时候，不必有任何犹豫。将军说的对，一将功成万骨枯嘛。棋查的怎么样？我还在查。沈少现在是最大嫌疑人，只要他是，肯定跑不了。
花向宇怎么样了？已经办好手续了，明天中午就可以接他回来。明天我也去吧。要保证他的安全。是。人都到齐了吗？到齐了。合肥，你先去吧。都起来吧。花向宇是闪官的女儿，千真万确，藏得够深呐。还有更深的呢。闪官是振兴骑社的人，这才是他一直在隐藏的真实身份。那他就是改良派的清朝遗老喽？对。闪官为了保花向宇不死，已经和日本人达成了协议。他跟古正一介达成的是什么协议？刺杀美国会谈代表。美国会谈代表应该已经从美国出发了。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，也会决定中国未来的国旗颜色到底是什么。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，中国依然没有希望。没有政权，没有统一，中国就更没有希望。那你就尽快安排吧。闪官这次是有备而来，你们重庆方面的所有行程安排都泄露了。目前我能告诉你的，也只有这些了。已经非常感谢了。我在古正一介这盘棋里，也是一个牺牲品。他已经不信任我。哦。局长，花向宇明天中午释放，你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。目标就锁定花向宇一个人。明白。你亲自去。行动结束以后，立即飞回重庆。是。古正一介的话应该是真的，不然花向宇没那么容易走下侥幸家。古正一介同时答应你和闪官放了花向宇，目的在于掀起腥风血雨，让中国人自相残杀。明天你救花向宇，要保护好自己，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。花向宇知道闪官是他父亲吗？目前应该还不知道。闪官既然已经承认，他应该很快会让花向宇知道。看来我们俩注定不能走在一起。
只要华夏宇真心投身革命，你们当然可以在一起。华夏宇和闪官不一样，况且他母亲是共产党。他母亲是共产党？他母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。你认识他母亲？他人现在哪里？牺牲了。闪官一直认为是我杀了他的妻子，所以他就杀了我的女儿。这也是我和闪官之间多年的个人恩怨。这次古正一劫让我亲自执行华夏宇的死刑，说明他已经怀疑我是情义。闪官被释放，下一个应该就是我了。谢谢。去洗衣服吧。希望你这次出来能够回到他的身边。我怎么做不用你安排，这是作为姐姐给你善意的提醒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你误会义父，他不是给日本人卖命的，我也不是日本人。回到义父身边。姐姐，姐姐。任主任，祝贺沈处长。祝贺我什么？祝贺你走出监狱，远离险境。对你我来说，危险无处不在，没准这监狱里倒是个很安全的地方。没错，有能力的人可以化解任何危机。你任主任就是这样的人呢。过奖了，还得向沈处长多多学习。山某能力有限，你任主任要是多考验我2回，我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说笑了，沈处长。清者自清。失陪。任主任，那天晚上你真的看到青衣的身影了？一闪而过。山田良子不是我们的目标。你认为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陆枫和蓝冰的突然出现。是你的行动计划暴露了。局长，真的不可能。所有参加行动的人是到现场才知道任务及目标的，他们没有时间。你忘了一个人。谁？你的学生匡伟。行动之前他就已经死了，但是他知道你的行动整个计划及目标。他死前最后见的一个人是陆枫。他父母在哪儿？送回山东老家了。你知道，在我这里，叛徒的下场只有一种。我明白，我会去处理。这次没杀了花向宇，等于就是打草惊蛇。下次更难。对不起。重庆这次暗战，陕关必然会出手，共产党也会全力以赴。你要慎之又慎啊！重庆方面我已经安排了天衣无缝，我在等他们来。不能再有闪失了，不然我也救不了你。明白。去吧。
对不起，都是为了我。如果再来一次，他还会替你挡罪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是你的姐姐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姐姐临死前跟我说她不是日本人，说我误会义父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现在只有你能给我答案。义父回来了，你问义父吧。对不起，义父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这份情谊之重，让我无法承受。救你是他的选择，今后你会明白他的苦心。现在家人就只有我们3个了。义父，姐姐临死前说她不是日本人。是的，他不是日本人。他也不是。你和惠子的父亲板垣次人也不是日本人。他是我的亲弟弟。我们是满清贵族的一支，因为背负使命，我们隐姓埋名。我的弟弟为了严守组织秘密，死在日本军部的地牢。我们所做的牺牲，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重振家族。你能跟我说真话吗？哪怕只有一次。我对你一直敞开心扉。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谁，自己为什么在这儿。你这个问是为了自己还是陆枫？都是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，对于你，我不想强求任何。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决定，现在就可以离开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陆枫是我早就选好的接班人。所谓的繁星计划，是我借日本人的力量，构建和扩大我们家族的力量。是想让我们家族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的作用，给日本人些许情报，只是为了让日本人能够看到繁星计划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。
陆枫是我看中的最佳人选。这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培养他的能力，能够尽快胜任我们家族首领的位置。可你对他发起多次追杀，而且真真正正的要他的命，包括右山公馆这次。是的。当我确定陈浩民还活着，并且确认陆枫再也拉不回来的时候，我宁可亲手砸了这块宝玉。说实话，我也欣赏他，他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。如果有可能，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。他的能力和胆识，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。